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就唔好將你啲時間嚟換取金錢。咁啊，除咗錢之外，其實最重要係點樣賺嗰啲資產嘅。咁點樣時間賣金錢呢？咁前幾日我同幾個差唔多畢業嘅大學生傾偈啦，我發覺佢哋好多人嘅思想咧，都係諗住畢咗業就去揾工，跟住就由嗰度打工嗰度賺錢。咁佢哋好缺乏一種思維模式，就係我點樣去打工，將啲時間除咗打工賺錢之外咧，點樣將嗰啲時間去賺取一啲資產。舉個一個例子啦，有一個學生係之前係幫人補習嘅，即係喺大學期間都幫人補習嘅。咁佢哋嘅諗法就係我付出時間同人哋去補習，跟住就賺咗一個人工，或者係去一啲補習社咁啊打工，咁啊幫嗰間補習社去做補習。咁佢哋好少人會有種思維，就係其實我點樣由呢個幫人補習去做一啲自己會產生收入嘅資產。例如有個學生啦，佢幫啲小學生去補習嘅，咁佢預備咗好多小學嘅課程嗰啲文件，即係 material 啦，咁佢可以幫啲人去補習。咁其實佢除咗即係幫啲學生補習嘅話，其實佢可以考慮點樣將啲 material 去作為資產，例如佢拍 video、拍 YouTube 去教啲學生點樣去做啦。咁另外佢自己可以開一啲補習社啦，即係佢除咗上門去做補習嘅話，佢其實慢慢要考慮點樣做一間細細嘅鋪頭，跟住就揾啲學生，揾三四個學生咁啊幫我哋補習啦。咁其實每個學生如果一堂可以俾例如300蚊俾佢嘅，佢兩三個一日可以賺1000蚊咁樣。咁其實佢已經有一個更好嘅方法去賺咗一個資產，資產就係佢嘅品牌。咁佢嗰啲學生嚟到咁補習好 OK 嘅話，會介紹啲學生嚟。咁你唔好繼續，你千祈唔好繼續係咁補習啦。你需要去建立誒一啲系統。點樣建立啲系統咧？就係例如補習社。咁除咗你一開始一定要你自己親力親為去預備啲資料啦，預備啲學習文件啦，咁之後就可以將啲文件俾人啦。咁除此之外，你就可以請啲人去幫手去將啲文件去幫啲學生去補習。佢慢慢你就脫離個系統，咁啊去開第二間補習社，開第三間補習社，用呢個系統就去將呢個補習社嗰個營運模式唔使你自己去經營嘅。咁啊交俾人去經營，咁你從中呢個就係變為你嘅資產。咁呢個思維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即係好似我咁樣，我開始打工嗰陣時，我嗰時畢業都覺得我點解咁多同學都走去搵工嘅咧？其實我嗰陣時佢哋好多同學都缺乏一種思維，就係你打工可以，你打半年一年，即係我自己都係打工打咗半年啫嘛。咁我就起碼可以學識嗰個軟件公司點樣運作啦，點樣接 project 啦，點樣去賣嗰啲軟件啦。咁從中我就開始去諗點樣去建立自己嘅一個系統啦，軟件公司啦。咁啊，從中我就會喺度去慢慢就走咗出嚟，跟住自己就建立一間軟件公司。咁啊，開始就做資產。咁除咗每個 project 我賺咗錢之外咧，我會將我啲軟件咧慢慢去發展啦。即係例如一開始我做嗰個係一個珠寶嘅買賣軟件，咁啊好功能好少嘅啫，但係可以由呢個買賣軟件我可以發展咗成為貿易系統啦，之後再發展個零售系統啦。咁呢啲系統慢慢就可以發展成為之後有好多軟件係你所有軟件都要做呢個買賣嘅。咁你例如你做呢個美容啦、髮廊啦、呢個洗衣店啦，全部都係透過零售系統嚟改出嚟嘅。到最尾嘅餐飲，其實好多時你做咗個軟件，除咗賺咗一筆錢之外，你賺咗個軟件嘅一個工具啦，個軟件都可以重用嘅。咁啊，或者去 move 去第二啲地方度，咁呢啲就會成為個資產。慢慢你就唔使再用啲時間去換錢啦。你慢慢你建立啲資產，資產就交俾人去做，去銷售啦，去賣啦，去做維護啦，你就坐喺度可以賺咗錢。咁呢個就係個思維嘅轉變嘅唔同。咁今日我所要分享嘅咁多啦。如果中意呢個頻道，可以訂閱。拜拜。